继续来看这个予地动耍长的小山村安怎起死回生。1999年9月2日，规模7.3的大地动动上台湾。当时伫个晋阳附近的南投埔里的桃米社区，将近有一半建筑全倒，受伤惨重。过去这个偏僻小山村人口老化，青年出外探食。在后，居民善用在地资源，推出着生态旅游，为地方的经济创造成功点。这几冬来，一直有青年回乡，重新找回故乡的活力。921地动发生到今25年了，长期陪伴居民行过地动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伫这片美丽土地，交织出真侪感人的故事，做伙来看。灾难其实是无情的，但是事实上，我觉得人类的这个面对灾难的适应力或是这个修复力，比我想象中的还强大。921之后，我们会更希望，第一个是宜居嘛，第二个是我们回到家乡能做什么工作。大家用更互相合作的一个机制，因为你有参与、有了解，才产生韧性。透早时啊，一群训练有素的公民科学家陆续来到南投渔基乡步道，准备要进行一项台湾珍贵稀有物种的调查研究。今天天气非常好哈，我先查了资料，我们在前年的9月份的资料是73只，今天的重点还是尽可能看看有没有羽化的。严正树林间有看到日头光，正人期待真久的主角总算出现啦！好，你看这里有没有看到一只？看到了，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头部、胸部、腹部，给我们最强烈的感受是那个红红的腹部。那为什么叫鲜红？真的很纤细，非常的鲜艳的红色。沿着森林的小路底背，体型无大，体态真红的浅红蚕蛾，是2013年才被发现破名的台湾特有种。全台族群的数量剩差不多800只，俨然这片伫树林边啊，南投湿地是因少数而且珍贵的重要栖地。我们跟着调查人员来到了位于南投鱼池乡的莲花池栖地，要来调查台湾特有种蜻蜓鲜红蜻蜓的族群数量。我们可以看到呢，这里的沼泽的草是长到快比一个成人还要高，而且这里非常的泥泞，非常的不好走。来这里调查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现在就继续跟着调查人员继续前进。这比较深哦，你们最好就是走有草的地方，可能会比较浅。在这边的话会比较困难，是因为它是一个沼泽地，而且这个地方山猪通常会来拱，那它拱过的地方它会有一个窟窿，你如果没有先把它测一下的话，你下去的话，你就是会陷下去。充满热血研究团队，这成员分别来自南投、埔里甲附近的桃米社区，尤其地动后引起因对生态研究满腹的热情。先攻手一只。比如说，我们今天钓鲜红蜻蜓嘛，我们现在看到目前都是公的，所以我就直接写先攻手。有2对了。老师，你看到什么？那个鲜红蜻蜓连结抛卵在里面。经过长时间的等待，镜头总算去翕到浅红蚕蛾连结抛卵的珍贵画面。这项2022年启动的生态调查计划研究的人员，若想要掀开台湾珍稀物种的神秘面世，更加想要关心人类应该安怎甲环境共生共赢。鲜红蜻蜓，我觉得其实它有它的代表性的意义。其实它就在这个地方，在全世界这么大浩瀚的宇宙里头，就只有在我们的埔里，在我们的鱼池这一带里。那我相信，其实调查的背后，其实是更重要的是关注到我们的环境的永续。公路+2，环境+2。好的大自然环境，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乡镇生活生产的基础嘛。所以生态系的基本的维生功能，还有物种的保存的功能，将来做更永续的利用的功能，你一旦保持了，就永远有无限的可能。所谓的韧性，大概也是着眼于这样子。921大地震之后，埔里镇大大小小的余震起码超过500次以上。
今天上午，一次强烈的有感地震又震垮了一栋3层楼房。1999年9月2日，一场最是规模7.3的大地震，造成全台2415个人往生，超过1万人受伤。那么这个区域是在埔里，应该是埔里的市中心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房子都已经坍塌成，可以说是真的是像废墟一样，只能用废墟来形容。25年来，艺术家透过画笔记录台湾这个土地人如何打拼、妩媚上听，展现严严往生的生命力。这个就是慈济大爱一村了，就是当年埔里镇最大的组合屋聚落。它现在25年后，它变成什么？就是我们的星期五观光夜市。所以我每次都在想，来到这里逛夜市的人、吃小吃的人，他可能很难想象是他脚台的这一片土地，曾经有几百户的人是因为921临时居住在这里。你知道有好几个月都是拆房子的怪兽啊，然后砖土哐哐哐哐，然后就是卡车运废弃土，所以整个城镇其实它是真的是风沙滚滚的概念。那房子拆完，你就会觉得这个城镇很空，人的心也很空，那脑袋也很空，未来也很空，都不知道怎么办。92地震后，灾民的人生一时之间袂输悲剧暂停键。艺术家的笔下，详细记录伫天道内底日子，总是刻苦艰难。因彼此互助，一路人生度过上艰难的人生地调。我们家那顶帐篷，因为父母太忙了，所以一直也没时间去露营。当我们打开那一顶帐篷的时候，竟然是在921地震，当天的晚上。从地震之后的那种谷底底下，我知道最严重就是在921的凌晨，就是那一刻里头。那接下来我觉得应该不会再糟糕了吧？余震一定比它还小吧？那其实你在你的人生里头，你还是得要拾起勇气，你还是得永不放弃。人生是讲经过灾害了后，社会复原能力。当时挖92地震震央的南投玻璃镇桃美社区，全里360多户，168户全倒，60户半倒，灾情惨重。灾后社区居民伫家乡各地拢种树仔栽，丰富生态，吸引游客，创造观光效应。即马更加结合文创工艺，重刻在地记忆。这是火筒树，是蝴蝶的蜜源植物。那我们想要借由这个叶子的形，那我们来做一个漆器的饰品。桃米这个地方在台湾50-60年代的时候，这边满山遍野有很多的漆树，漆工艺在南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艺。近大概20几年来，桃米的这个生态发展往蝴蝶的这个生态发展，也是跟整个大埔里的再造蝴蝶王国这个计划有关系。我们非常开心，就是说旧有的产业能够透过不一样的文化包装，然后变成是一个新的希望、新的可能。经过地震，居民重新反思人类甲自然环境如何共存、和谐相依。这边是921地震后，然后因为我爸爸妈妈非常喜欢山，对，然后我妈她就是圆了一个梦，我爸爸就送给她一座山，然后可以在这边自己种树啊。8年级生江元宏是捌做过艺术创作的北漂青年。2023年，伊回来到桃米，成为故乡再造的生力军。我离乡其实蛮久的，我想一下，好像也差不多15-16年吧。我一直以来就是都很喜欢去收集，就是自然的声音。有时候，你在自然环境之中，敞开一种聆听的心情，就我觉得万事万物都很像是音乐。家乡的山林资源是创作的重要养分。这个淹过人口外移严重的偏远农村，因为青年的返乡，渐渐加添丰富的生命力。
我小时候刚离开埔里那段时间，跟中间陆陆续续回来，都会觉得埔里比较没有什么好玩的啊，或者人文咖啡店。但这几年回来，觉得哇，独立书店好多啊，然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埔里，然后思考埔里可能可以怎么样，就是聚集人文的活动。地动过后，桃米社区的居民拍拼营造自然栖地，推广生态旅游，为过去散甲连鬼都唔敢去的小山村，变成埔里高人气的风景点。好，各位来宾大家好。待会呢，我们来去看一下我们埔里的主要特产百香果。百香果这里哇，全台湾80%产量都在这边，结实累累，进去小心头会被撞到哦。来，我们进来看一下。6年级生黄成豪，伫27岁迄年，等于到埔里，伊做过民俗头家，嘛兼生态解说员。在埔里呢，如果你要吃百香果，通常会把蒂头拔掉，把蒂头拔掉。我们新鲜的百香果才可以这么做。我们就是前面食指在前面，拇指在后面，压一下，推一下，开了。对，这就是新鲜百香果才可以这么开。921之后，我们会更希望在家乡有一个好的，应该说第一个是宜居嘛，第二个是我们回到家乡能做什么工作。不然很多人都会想说，好想回家乡做民宿做什么，但是真的能够生存下去吗？其实这都是一个疑惑。这是东南亚最大的单一蔬葡萄果园，这里大概有12甲地，全部都种的是蔬葡萄。然后如果说你第一次吃，没有吃过蔬葡萄的，我会建议你先吃它的果肉，先把甜味记在心里。如今伊发挥过继甲自身的专长，串联农民，积极为社区的产业永续发展铺路。我们把所有大家想做的东西全部集中到我们这里来，然后由我们去做所有的行销、推广、人力导览。为什么我今天会做体验旅游？体验旅游它反而是比较偏向是引客入村。他如果是在这边住宿啊、吃饭啊、干嘛的，他其实会造成这边更多年轻人有机会留下来，或者是他们本来留下来之后创造的生活会更好。曾经经历出产业困境的桃米社区，25年后震后重生，来自埔里的雕塑家丁家明，将商厅转化为艺术雕塑，成为美丽英雄。这个作品它的中间的裂缝，其实它是穿透到后面去的。经过这个裂缝，然后经过这个伤痛，然后我们看到后面一片光明这样子一个概念。那另外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利用蝴蝶这样子的意涵，它也象征了重生。那我们远处的那一个作品是叫做蝴蝶风起。我们知道说蝴蝶效应有时候就是一点点的这样的风，它可以在整个这个气候的变迁里面，它占有一个重要的这样的角色跟地位。这个作品如果稍微有一点风，它还会开始转动。那我们希望说，靠着个人的一点点的努力，我们可以累积整个社会的这样的向上更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廖家店长期陪伴居民，是推动社区培力的重要推手。伊嘛伫921地动进入25年的时阵，宣告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功成身退，公营体验。最后一的概念就是说，因为我们包括从桃米的青蛙村到蝴蝶镇，到现在的这个仙农蜻蜓的保育的这个工作，那其实也是有一些阶段性的概念。刚开始在做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说有可能走到今天的地步。彩兰，这位伙伴叫做内彩兰他是我们的主厨。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毕竟还是有感情的，大家都是还有感情。革命情感。对。还好董事长还做父亲，还看到董事长。我们会上去住上面。有空再去找他。好。我觉得桃米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可以让大家沟通协调跟创造的机会的这个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集体英雄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桃米的这样的价值。那可以透露一下，说你最后1亿的下一步是什么吗？有什么计划了吗？如果有一个可能的话，我就希望说，在投入地震的这25年来，
其实我都荒废了这个笔耕的这个工作哈，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调整自己的心境啊，跟这个作息啊，看看是不是可以再写出一些好的作品。所以还是会待在这里陪着大家。是的。为地动的重灾区行向土美生态村，就算天灾外难，这人依然以无比的勇气甲韧性，伫伤痛复原后的大地，找到甲自然和谐共处的步调。